突然之間諗到一樣嘢，有啲好奇。Teddy 喺你人生入邊有冇遇過啲好似你媽媽雙魚座嘅人？係啦，或者媽媽喺你生活中，除咗 Teddy 之外，你有冇遇過啲好似 Teddy 咁去目標度去，唔好同我諗咁多啦咁樣嘅人？我冇遇過。 Teddy 一係冇目標。係啊，喺呢個補習啲細路咁樣冇目標嘅，阿媽叫讀就讀啦，老師叫我做就做咯咁咯，係咯。可能我嗰啲小朋友細咯，喺佢有個目標。嗰次第一次聽佢演講嗰時，我都話我都從來都未聽過嘅，原來佢嗰時咁細個都有目標嘅咁。我講咗咩目標嗰陣時？我太多目標啊！你聽到咩目標？你嘅目標就係乜嘢咯？即係有啲咩病，有啲乜嘢要去克服佢咁咯。哦，係咯。所以即係對於媽媽嚟講，Teddy 都係一個好新嘅人，一個可能喺你生活中冇遇過，所以都好大挑戰嘅。你長到係啊，所以同佢佢好多摩擦咯。佢睇啲嘢好多時同我哋嗰個傳統觀念又唔同，變咗佢又唔能夠包容我咯。即係我個批評佢又當我詛咒，咁樣我話佢就當我鬧佢，我都冇鬧嘅，我只不過係話當中提醒佢就話。佢就會講一句嘢都話我鬧佢，我唔覺得鬧人，係咯，會加大語氣。我都唔覺得鬧人，不過可能我成日講書係要咁大聲，咁佢一大聲佢就話我鬧佢。嗱呢樣嘢咧，除咗我之外咧，係阿哥都覺得嘅。但係我又好好奇，咁即係係 Teddy 你見人多啲，非常之好。你見人多啲，我咧你會遇過啲好似你媽媽你遇我係少數特別嘅存在嚟嘅，即係我係ENTP 啦、MBTI 嘅，我係 NT 人。NT 人喺呢個世界嚟講都係屬於少數，不過感恩世界頭10大首富都係 NT 人嚟嘅，係啦，因為 N 咧係講嗰個叫做NT 人係比較宏觀直覺同埋叫做以事論事咁樣啦，係啦。而我認為大部分人咧都係 F 人嚟嘅，F 咧係講 feeling 嘅。咁你話我有冇遇到咧？我想話俾你聽，應該我生活上咧應該挨近90% 人都係極致感性，即係叫做其實都係會抱怨啊，都係會咩咁樣嘅，係啦。所以就但係只不過就係因為我對街外人，可能我會啟動咗一個極致嘅工作模式，係啦，即係我會即刻啟動，因為嗰個絕對有機會係我潛在客戶，或者有機會係嗰個係我嘅partner，或者嗰個有機會係我 partner 嘅朋友，或者嗰個係我客戶嘅朋友，即係所有嘅嘢對於我嚟講都係商機，因為我係做生意，我係即係我所有嘅工作都圍繞住銷售啊嘛。咁對於我嚟講，我認為每一個人都係商機，所以我會不停去啟動住自己嗰個嘅思維去諗下，到底我係咪要俾情緒價值咧？或者